2026年1月，影視圈被一則重磅消息搞得沸沸揚揚。古天樂投資並主演的電影《尋秦記》在元旦檔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，卻意外在馬來西亞等海外市場殺出重圍，票房一路飄紅。據公開資料顯示，截至1月23日慶功宴當天，《尋秦記》在馬來西亞的票房已突破1350萬馬幣。港澳地區上映5天票房衝到4545萬港元，打破華語片首周紀錄，內地市場更是勢如破竹。截至1月7日，票房達1.92億元人民幣，隨後1月8日突破2億人民幣，如今仍在持續上漲。古天樂作為電影的核心人物，不僅在票房上賺得盆滿缽滿，更在影視圈的地位上再度攀升。然而，就在眾人沉浸在這份喜悅之中時，一場慶功宴上的意外失態事件，卻如同一顆重磅炸彈，將古天樂和宣萱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。2026年1月23日傍晚6點，吉隆坡某豪華酒店宴會廳內燈火輝煌，紅色燈籠與金色流蘇交織出濃濃的年味。古天樂身着白色襯衫搭配黑色背帶褲，帶着標誌性的溫和笑意率先登場，緊隨其後的林峰一身不挺西裝英氣逼人，宣萱則以簡約混搭裝亮相，舉手投足間仍是當年烏廷芳的颯爽模樣。當3位主演與朱鑑賢等主創一同站上舞台，全場瞬間響起雷鳴般的歡呼。這場《尋秦記》馬來西亞慶功宴剛開場就把氛圍拉到了頂點，隨着主持人一聲撈生大吉，古天樂、林峰、宣萱等人拿起長筷，朝着鋪滿魚生、蘿蔔絲、花生碎的大圓盤齊齊下手。林峰動作利落，一邊撈一邊高聲喊着票房大賣，古天樂則故意放慢速度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絲調皮。就在眾人沉浸在這歡樂的氛圍中時，意外突然發生。古天樂趁宣萱專注撈生時，悄悄用筷子把他面前的配料往自己這邊撥了撥，得逞後還低頭偷笑。然而他似乎玩得過於投入，下一刻手中的筷子突然失控，一箸食物被高高拋起，直直朝着宣萱的頭頂飛去。啊！宣萱當場花容失色，發出一聲慘叫，身體本能地往後縮，雙手下意識地護住頭部，眼中滿是驚恐。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，讓現場瞬間安靜了下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兩人身上。粉絲們先是一臉錯愕，隨後爆發出陣陣驚呼，有人甚至站了起來，伸長脖子想要看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。古天樂也被自己的舉動嚇了一跳，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臉的慌亂。他急忙伸手想要接住那飛起的食物，卻只是徒勞。食物最終還是落了下來，不過並沒有砸到宣萱，而是掉在了他腳邊的地上。但這一番折騰已經讓現場的氣氛變得異常緊張。古天樂，你搞什麼鬼啊？宣萱回過神來，瞪了古天樂一眼，語氣中帶着一絲親怪。古天樂滿臉歉意，連忙說道：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就是玩得太嗨了。說着，他還用手撓了撓頭，一臉的尷尬。這時，林峰趕緊出來打圓場，笑着說道：沒事沒事，這就是個小意外，大家繼續撈生，祝我們電影票房繼續大賣。在他的調節下，現場的氣氛才逐漸緩和下來，但剛剛那一幕卻已經深深印在了所有人的腦海中。古天樂和宣萱的緣分要追溯到1994年，當時兩人合作拍攝了電視劇《餐餐有餸家》，在劇中就有不少對手戲。不過，真正讓兩人深入人心的合作，當屬2001年的古裝穿越劇《尋秦記》。在劇中，古天樂飾演機智風流的項少龍，宣萱飾演敢愛敢恨的烏廷芳。兩人飾演一對恩愛夫妻，劇中感情深入人心，也讓現實中的兩人擦出了別樣的火花。據一位曾經參與過《尋秦記》拍攝的工作人員透露，在拍攝期間，
古天樂和孫軒的關係就十分親密，他們經常在片場有說有笑的，休息的時候也會坐在一起聊天。古天樂還會經常給孫軒帶一些小零食，兩人之間的互動特別自然，就像一對真正的情侶。這位工作人員說道。然而，由於種種原因，兩人最終並沒有走到一起，這也成為了許多人心中的遺憾。但他們的友情卻一直保持得很好，多年來，兩人在公開場合多次互動，彼此間的默契和關心都讓人感受到他們的深厚友誼。有知情人士透露，古天樂其實一直對孫軒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古天樂是個很重感情的人，孫軒在他心中有着很重要的位置。雖然他們沒有成為戀人，但古天樂一直把孫軒當成很好的朋友，甚至可以說是家人。這位知情人士說道。而孫軒也曾在一檔訪談節目中提到過古天樂，他表示，古天樂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演員，也是一個很靠譜的朋友，和他一起合作很愉快。我們之間的默契是經過多年積累下來的。此次慶功宴上的意外失態，也讓不少人開始猜測兩人之間的關係是否有了新的變化。有人認為古天樂可能是故意製造這個小意外，想要引起孫軒的注意，也有人覺得這只是一個單純的意外，但卻暴露出了兩人之間那種超越普通朋友的微妙關係。讓我們再回到慶功宴的現場，將鏡頭聚焦在那一幕意外失態的瞬間。當時古天樂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絲調皮，這在他以往沉穩的形象中並不常見。據現場的一位記者透露，在撈生儀式開始前，古天樂就一直在和林峰、孫軒等人開玩笑，氣氛十分輕鬆愉快。他當時拿着筷子，還不停地晃動，就像一個調皮的孩子。這位記者說道。而在他悄悄撥孫軒面前配料的時候，孫軒其實已經有所察覺，他微微轉頭看了古天樂一眼，眼中帶着一絲無奈和寵溺。當那一注食物被拋起時，孫軒的反應也十分值得玩味。他先是驚恐地往後縮，但當發現食物並沒有砸到自己時，他的眼神中又閃過一絲放鬆。而古天樂在食物拋起後的慌亂表情，以及他急忙道歉的樣子，都讓人覺得這似乎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意外。有現場的粉絲拍下了這一瞬間的視頻，並在網絡上流傳開來。從視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古天樂在拋起食物的瞬間，手部的動作有些失控，但他的眼神卻一直盯着孫軒。而孫軒在被嚇到後的第一反應是看向古天樂，似乎想要從他那裏得到一個解釋。這些細節都讓這起意外失態事件變得更加撲朔迷離。有人開始猜測，古天樂是不是在借這個機會向孫軒表達某種特殊的情感？畢竟在娛樂圈中，這樣的意外並不少見，很多時候都是明星們用來傳達心意的一種方式。就在眾人對這起意外失態事件議論紛紛的時候，一位自稱是古天樂團隊內部人士的人向媒體爆料，稱這起事件背後另有隱情。其實這次慶功宴上的意外是古天樂故意安排的。這位內部人士說道，他最近一直在考慮和孫軒的關係，想要找個機會打破兩人之間那種朋友以上、戀人未滿的狀態。他知道孫軒很喜歡熱鬧的場合，所以就想在慶功宴上製造一個小意外，引起孫軒的注意。據這位內部人士透露，古天樂在慶功宴前就和團隊成員商量過這個計劃。他覺得這樣既能活躍現場的氣氛，又能讓孫軒感受到他對他的特別。他本來是想讓食物輕輕擦過孫軒的頭髮，營造一種浪漫的氛圍。沒想到用力過猛，把食物拋得太高了。這位內部人士還表示，古天樂其實一直都很在意孫軒的感受。他看到孫軒被嚇到的樣子，心裡也很後悔，所以才急忙道歉。他希望孫軒能夠明白他的心意，也希望兩人之間的關係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。
然而，對於這位內部人士的爆料，古天樂和宣萱的團隊都沒有做出正面回應。古天樂的經紀人只是表示，這只是一個意外，希望大家不要過度解讀。宣萱方面也沒有對此事發表任何看法。這起意外失態事件在網絡上迅速發酵，引發了各方不同的反應。粉絲們分為兩派，一派認為這只是一個單純的意外，大家不要過於敏感；另一派則覺得這背後一定有隱情，紛紛呼籲古天樂和宣萱能夠在一起。古天樂和宣萱真的太配了，希望他們能夠借此機會走到一起。一位粉絲在網絡上留言道：這就是一個意外，大家不要瞎猜測了，他們只是很好的朋友。另一位粉絲則這樣回應。而媒體們也沒有放過這個熱點話題，紛紛對這起事件進行報道和分析。有的媒體認為這起事件是古天樂和宣萱感情升溫的一個信號，也有的媒體覺得這只是娛樂圈中常見的一種炒作手段。在娛樂圈中，這樣的意外事件很容易被放大，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。古天樂和宣萱作為公眾人物，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受到關注。這起事件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，都為他們帶來了很高的話題度。一位資深娛樂記者這樣說道：面對外界的種種猜測和議論，古天樂和宣萱終於做出了官方回應。古天樂在接受一家媒體採訪時表示，這真的只是一個意外，我當時就是玩得太開心了，沒有控制好力度，給宣萱帶來了驚嚇，我很抱歉。宣萱也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發文稱，那天在慶功宴上真的被嚇到了，不過古天樂已經跟我道歉了，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不要因為這件事影響了心情。然而，他們的回應並沒有完全平息外界的猜測，很多人認為他們的回應過於官方，沒有真正解釋清楚這起事件背後的原因。如果只是一個簡單的意外，為什麼古天樂的眼神和動作會那麼奇怪呢？一位網友在網絡上質疑道。宣萱的回應也很敷衍，感覺他是在刻意回避這個問題。另一位網友也這樣認為。這起意外失態事件對古天樂和宣萱的影響還在持續發酵。從正面來看，這起事件為他們帶來了很高的話題度和關注度，讓更多的人關注到了《尋秦記》這部電影。電影的票房也因為這起事件的熱度而繼續攀升。這起事件就像是一個免費的廣告，讓更多的人對電影產生了興趣。一位電影市場分析師這樣說道。然而，從負面來看，這起事件也給他們的形象帶來了一定的影響。有人認為，古天樂作為公眾人物，在公開場合做出這樣的舉動有些不妥。也有人覺得，宣萱在這起事件中的反應有些過於誇張。公眾人物應該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。古天樂這次的失態行為可能會讓一些粉絲對他產生不好的印象。一位形象管理專家這樣表示，對於未來兩人之間的關係發展，也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焦點。有人猜測，經過這起事件，兩人可能會更加明確彼此的心意，從而走到一起。也有人覺得，這起事件只會讓兩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尷尬，甚至可能會影響到他們之後的合作。無論結果如何，這起事件都將成為他們人生中的一個重要回憶，希望他們能夠妥善處理這起事件帶來的影響，繼續在演藝道路上取得更好的成績。一位資深娛樂評論人這樣說道：這起53歲古天樂在慶功宴上突然失態，嚇得宣萱當場尖叫的事件，就像一場牽動全港的大戲，充滿了懸念和爭議。它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娛樂圈中的光鮮亮麗，也讓我們看到了背後的種種複雜。在未來的日子裏，我們只能拭目以待，看看這起事件將會如何發展，古天樂和宣萱之間的關係又會有怎樣的變化。